你等退下，后面的上前来。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你。 小女子尚蓉儿，拜见大王。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来。再上前来。寡人问你，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 说话呀！闻到没有？香味儿，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。哼，还磨叽什么？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，快走吧。你。 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。 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。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 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的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、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黯然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。 来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来，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青山绿水的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青山再好，好不过你秀色可餐。大王，大王，母后何事？今日祭奠先王，要焚香奠酒，礼拜插礼。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，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。爱妃。 委屈你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。
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这是大蝎子草，蝎子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月妹妹，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正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，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。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他提了南后的位分。不过母后很不喜他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也就属你最倔强，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，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，也不想变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他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，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。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再拜。起！退！众公子祭灵。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玉儿是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，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
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！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魏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，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。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，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良者惠，尽愚者痴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韦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韦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担。来人，在。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月儿，放开姑姑！放开姑姑！月儿，月儿，韦后，魁姑是奉先王之命来照顾弟弟和我的，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念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杖，望韦后饶过魁姑。母后，求你放过魁姑吧。即便是先王之名又如何？先王仙逝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庇荫？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韦后责罚于我，放过魁姑。他是奴婢，待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他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放心吧，这20杖击杖之伤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儿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，是忍。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她到封地去了。月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别急，臣妾
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快问快问。臣妾问大王，你对芈月和他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来向寡人提议，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现在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在陵园时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哦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听说芈月和他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给先王守陵3年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，传出去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？爱妃所言极是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大王这是答应了。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，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哎，哎，母后，舒服吗？微后，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容他们回宫了，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那个芈月自小是个害人精，微后可得留意了。母后不用过于担忧，婴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，放在外头太让她逍遥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厉害的精怪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。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属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哼。拜见为后。起来吧。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容由魁宫侍候入住云梦台，芈月进高堂台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再有功夫，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戴瑁，好好训导她，让她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宫记性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杖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，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微后，舒公主带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啦，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带哪个不一样啊？就它吧，快点儿。随她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
姐姐已经苦练好些日子了。4个月后，大王宫中祭祀大典，要选得当之人献祭，她是志在必得呢。好。2位公主辛苦了。淑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淑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淑儿所长。淑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得不好啦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而自有俸禄彩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伊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。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；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声魏乐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啊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嫡公主。淑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淑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仔细脚下。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！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，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妹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便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灵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宫大比，武比在郊外，文比就在杨灵台呀。有文比，还有武比，甚好。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武比呀？陪我去杨灵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杨灵台。你们看，快来呀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来。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比呀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啊！我看看，让上我看看。那个美少年是谁啊？我知道，那个呀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景钗3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3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
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，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大昭之赋的景差。原来大昭之赋是他写的，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大昭之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差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，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可不是，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这些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。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南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啊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宋？黄公子越是这谈论不错呀。对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宋，宋乃宗庙之礼。习宋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我觉得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5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宋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
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王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是有为啊！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闻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呀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习练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判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钗、唐乐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是个呆子！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！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里可安分。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魁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月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
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抛石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。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，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魁姑患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你老牵着他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，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，差人告诉大王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信郑袖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隐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，可惜郑袖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，他却来了。福啊！是。
拜见威后。拜见威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紫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，只怕是疼不过来吧？母后教训的对。本来听说大王要在召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紫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紫兰体弱容易积食，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它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，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玉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玉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什么人？侍卫，来人呐！快走，快跑！我有人命，挡他一刀，不是难事儿。侍卫来了，被他们抓住可是大罪，快跑！小心点，小心！站住！快走！你承认敢擅闯兰桂台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带走！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，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
哎呀，黄仙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月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芈月所为。望大王、魏后、南后，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黄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采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、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理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警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柜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是说笑呢？这兰柜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，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？你呀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，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，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！你们俩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。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！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！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，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。谢南后，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后还在为昨日的事情苦恼吗？区区小事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今日我叫你来，是听说五国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
商议与楚国联姻之事。几个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尤其是舒儿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更应该为她早做些筹划。母后放心，舒儿的婚事，寡人从不敢掉以轻心。舒儿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来，想觅得佳婿并不难。在这几国当中，韩国的韩侯已婚，齐国齐王年老而齐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适。或许燕国的太子哙、魏国的太子赤，还有赵国的赵侯雍，可以斟酌取舍。燕国太远且暗弱，魏国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给诸侯王最为有利。说起来，赵侯雍是最好的备选。他15岁继位，如今20多岁，且赵国都城邯郸又是出了名的繁华绮丽。寡人也听闻，这个赵侯雍胸怀大志，才智惊人，在列国当中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他们要想与舒儿比，那就是烛火之光与日月争辉了。再者说，列国之中，我楚国最强。试问有哪一国的国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国的嫡公主为王后呢？还有几个刚行过佳姬之礼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愿闻其详。公主芈英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宫中对我也是恭敬顺从，或许可以嫁给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哙。母后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几个公主呢？寡人记得有个公主叫芈京，还有昨晚闯祸的那个芈月。芈京倒也罢了，至于那个芈月，她是应生的女儿，将来也只能做应，做个陪嫁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实如此甚为不便。如果将来能够统一车轨，从我大秦修一条驰道，横贯魏国，直通楚国，岂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这是要一统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对各国各个击破。他们楚国可以许给别人好处，我们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谁给的甜头更大吗？可是寡人却是个只爱吃甜头，又不想给好处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国的嫡公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是臣弟担心，万一那嫡公主长相丑不堪，放她在后宫，从此与寡人两不相干。好了，楚离子，你我也许久未动了，此刻放放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马哪个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从命啊！去！舒妹妹，你看好看吗？嗯。
就好。哎呀，别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威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织坊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织坊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移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？何况月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没有越人作怪，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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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点！快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！让开！哎呀，这是哪位公主啊？这阵势，该是倪公主吧？姐姐，我们会在织坊耽搁1-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啊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繁华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
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这是兔子吧？兔子啊，看着是秃噜套，是吧？啊！咱把钱再看看。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两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。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这边更好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快快快！看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别怕，老伯身手不错。小丫头身手了得，彼此彼此。谢老伯施之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相……啊！这边，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子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姝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私斗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
告辞了。恭喜王兄！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。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哼，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
屈子，你可知秦王嬴驷已到郢都？是。一边是3月之后，吴国使者即将到来联楚抗秦；一边是秦王嬴驷已经抵达郢都，要与我大楚联姻。屈子，你看此事当如何是好啊？大王，值此合纵抗秦之际，臣以为大王当即刻将其驱赶出境，向诸国显示大王抗秦的决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万万不可。秦王为求亲而来，愿娶我大楚公主，结姻亲之盟。秦王曾言道，7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秦国与楚国，秦楚联盟，退可震慑5国，安定城邦；进可并吞5国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见，秦王对我大楚心怀友善。秦王来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将他驱赶，未免有些不讲礼义了。大王，乱世之中，7国争雄，我楚国与秦讲礼义。若有朝一日大王与秦王易位而处，那秦王未必会和大王讲什么礼义呀。你是在诅咒大王日后会被秦国所擒吗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辈，大王切不可姑息养奸呐。大王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更何况楚国和秦国并未闹翻。吴国推举大王为合纵长，那是因为我大楚强盛，更是因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对秦王做出败礼负义之事，那岂不为全天下人所耻笑？如今是争雄之势，礼位之崩，乐位之坏，众人都不讲礼义诚信，然我大楚一直礼义为先，驱赶秦王夷人口实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个月后5国使臣将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据闻。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会不知晓楚国欲与5国立合纵之盟，而这一联盟将大大不利于秦国。秦王此来，必是期与大王连横，破坏6国合纵啊！大王，在合纵盟约定成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王若会见秦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会引起5国使臣的猜测。也许，这也正是秦王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大王，秦王也是一国之君，乘意而至，大王若不见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？大王若觉为难，臣有一字可应对秦王。何字？托。托？大王既不说要见秦王，亦不说不见秦王，只言身体不适，事务繁忙。若稍有闲暇，必与秦王杯酒言欢。那要拖到几时？拖一时算一时。若能拖到楚国与5国结盟已定，秦王听闻必将遁走。倘若再厚着脸皮求见大王，其生死荣辱，均已操于大王之手。众卿看呢？这个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为还是不见得好，省得麻烦。大王，臣也认为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善，那寡人就依屈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脱身体不适，避而不见。什么身体不适？明明是托辞。那就用不着跟他多费口舌，定是有人给他定下了计谋。世间之物，多不可强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并非铜墙铁壁，你不妨与你的老友靳尚再多走动些。臣弟已赠予他财物，那靳尚过贪是典型的小人之才，给他好处向来是有一报才还一报。
这种人正合寡人之意。晋上向来自负，善于钻营和游说，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有着与其才华不相称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给他一颗大大的鱼饵，让他为寡人钓上楚国最大的鱼。此外，寡人要娶楚国的嫡公主。那俗话讲，强拧的瓜不甜，寡人求的是瓜熟蒂落。上次东市偶遇，可谓天作之合。你不妨去告诉晋上，让他多留意那边的动静。南后，您的那个同乡晋大夫来了。说是同乡，明明与我家还离着180里地。不过在这宫里也算亲的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上官大夫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谢南后。有些日子没见晋大夫了，不知最近在忙于何事？郢都之会，列国即将到来，朝堂上下个个忙得目不交接。微后更是不会让微臣有片刻的闲暇。郢都之会与微后有什么关系？列国争相与我大楚结亲联盟。舒公主是微后的掌上明珠，已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微后自然让微臣特别的留意。这提亲者中，可有微后中意的人选？舒公主蕙质兰心，冰雪聪明，在诸国公主中声名显赫，慕名而来者如过江之鲫。但在微后眼中，恐怕只有赵国国君赵侯雍一人。不过呢，秦王对舒公主也是情有所钟，想与我大楚联姻，结成秦楚之好。秦王还特意让微臣给南后带来了一份厚礼，还请南后笑纳。秦国那穷乡僻壤之地，能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呀？呈上来。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，不过大而已。啊，请南后关上门，拉上帘子。这究竟是何物？竟如此稀奇！这就是在西域名声大噪的夜明珠。大王到！大王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怎么，爱妃才1日不见寡人，就急不可耐了？大王1日不来，这殿中少了王者的气息。臣妾是坐立不安的。寡人身上的气息，真有那么好？臣妾只要闻到大王身上的味道，便难以把持。奇女子，大王莫急，臣妾给你看一样稀奇的东西。难道在这世上还有比爱妃你更稀奇的东西？真坏，大王请。这是秦国献上的西域珍宝夜明珠。好东西，果然是个好东西。秦王对大王如此恭敬，大王是否也应该给他一点面子？此事麻烦得很，
那个秦王现在想要与我楚国联姻，每日缠着求见，弄得寡人心里很是烦恼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楚国公主多的是，随便指派一个给她便是了。眼下我楚国正要与其他5国结盟来对付秦国，这个时候我怎能与秦王联姻呢？更何况这个秦王指定要娶的还是我楚国的嫡公主。唉，这可就难了。嫡公主只有一个，既然5国要和楚国联盟，嫡公主看来只能嫁给他们了。不过秦国也是大国，怎能随意开罪呢？是啊，现在最好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那个秦王知难而退。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可否？什么办法？果然是个好办法，你不愧是寡人的锦绣智囊。谢大王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那大王要怎么赏赐我呀？你说寡人要怎么赏赐于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姐姐先来。这2日宫里可热闹了，据说各国君王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来面见大王，人来人往的，可忙坏宫里人了。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，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姐姐说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装不明白。他们可都是来向楚国嫡公主求亲的。姐姐还不借机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说不定与哪位君王就真有缘分呢。你一味混说，越说越出格了。妹妹也是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选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换。若是不投气，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东市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，却谦谦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。再说，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应该也是一个有仁有义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这种有仁有义也算难得。不过要配姐姐嘛，总得左手挥笔安天下，右手持剑定乾坤吧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舒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眼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样，在楚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。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嫡公主呢。都说楚乐来自楚山楚水，果然天籁之音。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处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淑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齐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
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的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秘书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的公主，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，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黄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仪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都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
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义渠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6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庶民曰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。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
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米书，并非真米书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吴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嫡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吴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朝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嫡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嫡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。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
志向高远。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金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文营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。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，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啊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楚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眉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
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张子不容易，这百金说什么我们都不能收。百金是我张仪的承诺，一谢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谢魁姑新衣之劳。我们救张子也算是缘分，谈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谢，就谢魁姑的针线吧。哎，给张子做件新衣也是举手之劳，说谢就太见外了。楚国这个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如果我张仪早有这么一件新衣，这当中哪还会费这么多周折吗？哎呀，一件新衣，半个时辰，摇唇鼓舌，收获甚丰。我张仪阔了，小冉也有了买宝剑之金，你们手头还可以宽裕一些吗？听说张子要去诸国为大王寻找美人，这路途遥远，小冉买宝剑也用不了这么多，这些金张子还是带上，以防万一啊！你们以为我张仪就这些钱财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出一日，还会有人迫不及待的要给我送来更为丰厚的盘缠。张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论赚得大王的金子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论了？张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对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还能看得到吗？我张仪，我敢做敢当啊！那篇玉女论也是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这是曲意迎风，不择手段，非君子所为。非君子所为？我张仪是今日不得已而为之，忍屈受辱，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图，这才是真君子。你芈月公主不但不应该责备我，你应该夸我才对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呢。颗珠子，是哎，我也没见过，还这么亮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夜明珠，产自西域。这样的稀罕物件我也是头回见到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让你们瞧瞧，也长长见识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个宝贝，夜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月亮掉在屋子里。此物幽香暗伏，闻起来比那些兰草还要惬一些。只可惜母后不让月儿来，不然没准她能说出个究竟。依我看呐，咱们楚宫可并非只有一颗宝珠。舒姐姐国色天香，冰清玉洁，不也正是我们楚国的宝物，母后的掌上明珠吗？让妹妹看看，是这夜明珠耀眼，还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给比下去了。像这等奇珍异宝，也只有母后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寿山福海，哪儿镇得住物宝天华？母后，您说是不是？瞧这张小嘴，快赶上八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帮我让人新做的冰镇糯米酒和金银花茶端上来。是。张子，敢问是张子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见你。你家夫人是谁啊？南后郑秀。张子这边请。在下张仪拜见夫人。免礼。不知夫人召见张仪所为何事？
听说张子不日即将启程前往诸国，不知是否还会回转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盘缠的情形。盘缠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这里是500级，外面天高云阔，容张子大展宏图。若张子肯答应永不再回大楚，临行时将再获酬金500，以壮行色。谢夫人赠金壮行之恩，本来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总该跟大王当面辞个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张仪一定会当着大王和夫人2个人的面做出承诺，如何？天气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真有些烦了。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，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玉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2字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朝一夕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你我一块儿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6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2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时。是大王。大王，
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啊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，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夫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，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仪向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宫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眉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视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
这还哪来的角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、不耐鼹鼠的，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秀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威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威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秀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威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拿去威后那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威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媚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秀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秀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十个香甜睡不安稳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敏英来给威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脚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威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，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最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
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姨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。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。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。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。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。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掌嘴！说呀！魏后饶命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夜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夜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
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试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恕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了夜明珠？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威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爱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爱了我的事儿。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她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谊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威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威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芈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。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她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芈音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